今年4月才开始走的新台马轮，行早起10点的时阵，这船顶有78名旅客要对这金门登到基隆之阵，却含这介护的拖船小 A， 致使拖船起沉落海底，加在这船顶5名船员拢有救起来。这新台马轮是有遇到伤，无影响到运作。那这阵意外害船帮是晚3点钟，不过这沉起的拖船也铺出乌油，相关单位正在处理。那这部分也要依法开发。 还不下来的、哦？为什么不下来了？船长在哪里？船起一边伫海的顶悬，一个啊浮，一个啊沉。岸边的民众一直喊，因为船内还有人。船这里要紧还要紧的啊！快点！快一点！快一点！规只船沉落去，特别互大海规个引起，船顶总算有人出来，船长爬出来，真是惊险，互大家拢足紧张。船上的人有没有下来？已经都到那个小船上面了。 海巡人员到场出动船艇来救援，把5个船员救起来。海面风泥甲拢乌起，相关单位嘛有油污的控制线，都惊污染范围搁扩大。会发生沉船，原来是因为含新台马轮弄掉。今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故是拖驳船跟大型的客船新台马轮发生擦撞事件。所幸拖驳船在沉没的时候。 没有发生任何的伤亡。新台马轮是载78个游客，25早起9点外先到马祖的东引，再驶去南竿，早起10点对福澳港登去基隆，互本国一个拖接船介护离港，但拖船敢若弄着客轮的烟囱帮，互船起去，才10几分钟就规个沉落去。对2个船长来做纠测，并无接到因有任何酒精的反应。 舟船本来是要借护靠在旁边嘛，那他已经退出去了，退得比较慢，然后不小心就去撞到新台马轮的那个侧尾，要进港停靠的时候就下水。发生事故之后，有16个人当场退船票了，所以78减16就剩下这些人要回基隆，所以倒是没有旅客有这个不满意的一个情形。真正是总统蔡英文到场主持，新台马轮今年4月才拄首航，但是无到半年就出事故。客轮经过调查，敢若正后限水室的插落去，适航上是无问题。拖3点外钟，伫下晡1点半离港，暗算暗时7点到基隆港，对后壁的船班是无影响。但是原本有78个旅客，有16个人是当场退票，敢若60几个对船转来。记者综合报道。